今年碳排是全球的趋势，咱嘛有2050年要减碳90%的这个目标。不过，即马针对这个大的调查，发现讲有50%的高碳排的产业无了解政府的政策。专家警告讲，这寡企业若准讲无改良，到时阵就需要转型。这个劳工恐惊也因为转型有失业的风险。 国际非常重视气候变迁的问题，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的趋势。台湾今年修法通过《气候变迁因应法》，加2050年净零排放入法，定出要减碳90%的目标。明年开始针对排碳大户要扣碳费，但是根据台风险中心的调查，发现伫高碳排产业食头路的劳工，有50%的人无了解台湾的净零政策和产业转型的目标。如果它是一个 电动运具的产业，这个它的修车的技术、修车厂这些都会影响。警醒的意识越薄弱的话，未来它遇到这个近邻的事件的时候，它没有做准备，到时候就会产生抗争。不管在哪个国家，劳工绝对都是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哦。但台湾在这个劳工低度工会组织力极低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沟通的难度会更高。民间团体甲学者拢提出警告，企业面对减碳转型的时，可能会拄到技术的变迁甲裁员，安尼劳工绝对会受到冲击。大风险中心嘛要求政府各部会都要提出完整的规划，协助劳工找头路，稳定生活和社会发展。呼吁呢，这尽速的启动呢跨部会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协调的机制。这一点是这样子，我们常希望说政府不要会修狗聊了。 才去这个部会才紧张到原来这件事情跟我近邻有关系最后，大风险中心建议政府应该由财政部统筹，成立气候社会基金，也是公正转型基金，来协助辅导劳工的技术变迁，也有换头路。嘛，希望总统候选人会当针对净零排放提出具体的政见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